讲到这半导体是国际性的生态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专长。那咱台湾的半导体呢，伫咧制造方面上厉害，有90%以上的晶片，拢是咱台湾做的。台期待这部台湾技术部要专访到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，伊讲这中国野心是真大，少数要爱台湾、侵略台湾，摕咱的半导体技术。伊也认为讲，为着要保护咱家己的产业呢，台湾和世界利益就要结合做伙。 这也是保护台湾上好的方式。伫咧国际政治上，一刻是台湾的民主友伴，两国对民间嘛有真多元的艺文交流。对欧洲政治研究的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接受台记台专访的时，伊指出，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刻是军事工业排名世界第5的强国，后来去互德国占领，大大增加德国的战力。 吴志忠认为，中国侵略台湾的野心背后，嘛真少想台湾的半导体技术。咱台湾即摆经济嘛足强，工业能力足强的，咱佫有迄半导体世界第一的，所以我拢看到这点，所以就是讲袂使互中国安尼揢着台湾，尤其揢着台湾的咱的工业能力，咱的半导体制造的能力。 对战略位置来讲，台湾和日本、甲菲律宾等等，拢伫第一岛链，是国际防堵中国扩张的第一防线。吴志忠指出，半导体产业链是国际性的生态，在制造方面，精密晶片90%以上是台湾做的。伊认为，咱要保护家己的产业，和台湾和世界利益结合做伙，这也是保护台湾上好的方式。即摆来比中国一步，就是讲，咱就比中国一个武器咱就做惨的。 即摆咱若比世界利益，世界就来遮保护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即个含世界利益合作伙，即个概念、即个政策、即个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。吴志忠表示，台湾毋但半导体厉害，以台湾的 GDP 来讲，咱是世界第20强的经济强国。台湾股市佫超过欧洲第2强的德国。吴志忠强调，台湾毋捌遮强过，咱是亚洲世界的民主典范，应当爱有自信，嘛着继续和世界民主友伴徛斗阵，互台湾的未来愈行愈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